咱拢有炸手机啊，咱甲手机啊关静音吼，互咱的敬拜的品质更较好，会咱个领受更较侪祝福。伫咱的早起时我互伊注意到，咱有姊妹伊用早就来请群主伊嘛爱听阮在练习圣歌队，好听的时阵，伊甲阮拍谱阮足感动嘿，嘛受鼓励吼。下面咱来吟一首诗，这首诗咱非常的熟，咱要做来体验。咱经过美丽清净的河泉，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检测咱会拄着风影，拄着大油门，有时流目屎，只会冒甘甜，冒苦难。主讲免烦恼，心平安。我可以心平安，主的确祝福你。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树木枝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油门，流目屎，那经过大风影的苦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咱第一个，搁一个用祈祷的心来唱。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
主免欢乐，心平安。恁着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来学乐伊，因为伊是大权能。咱要用诗甲旋来学乐伊，咱要拍鼓跳舞来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要来学乐耶和华。咱做起立，咱来学乐伫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灵力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跳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跳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咱拢要学乐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乐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跳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跳学乐伊，囡仔有喘气的拢跳学乐伊。请坐，上荣耀归于天父上帝。耶和华上帝作为真奇妙，伊的创造是好，为着咱人类来陪伴。坐伫宝座前的万军的耶和华，伊互圣殿充满荣耀，是圣洁，是荣耀，是尊贵，是权柄，拢归伫伊。咱用华语来吟这首，来学乐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诸天述说，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
奇妙的作为，放开双手，万物的宝珠，张开全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听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的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轻轻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的话是大道有宽平甲快乐，因为你分一个开，阮就得到性命，会当来传开。万民拢齐声，拢要来学到你，哈利路亚！义人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正直的人嘛要因为你来欢喜，来出声学乐。我靠你的要有阻碍，伫四边来围累伊。阮感谢你，阮学了你。我嘛要对阮来承认，阮有过失，也要伫你面前来认罪，来得到赦免，罪来得到遮堪。阮的心神嘛要因为你，带阮离开个歹代，通行遐的事来感谢你。阮抬头来看你，就得到光明。阮要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来快乐。当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仰慕交托，透过牧师以及阮的圣歌队以及萨克斯风的演奏，互阮的心灵喙达来到这来得到把助。阮感谢学了你，愿阮每一个人用心心来学了，来感谢，真多棒棒的祭，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称赞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时，咱三甲来吟诗，神圣诗157首，神圣诗157首。我心无救主耶稣，我心无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是一般。爱得清气的水泉，互我做汗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成圣。请咱起立念全首。这时，咱由员兄弟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领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诫是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圣理的总分头。我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袂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心。请坐。只是咱三个来启用上帝的话语，启英文18篇，诗篇67。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你向天主宽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
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成三五国。愿上帝赐福互阮。这时，咱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所要献诗的圣诗名是《万米俄勒唱歌》。这时我要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这是我用台语和日本来共读。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入伊的葡萄园，甲做工的人约一日一钱银，就找因入伊的园。9点的时出去，佮看见有婴儿徛伫家市里的，就甲因讲：你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互恁。因就去。12点到3点的时，佮出去，也安尼做。5点的时出去，佮拄着有人徛地，就甲因讲：恁啥事同日婴儿徛伫遮啊？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阮。伊甲因讲：你也去葡萄园。第8节，到日暗，园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工钱，对路尾来去，到大城来为止。遐个5点钟所请的到，逐个领一钱银。大城请的到，因拍算要领较济，毋过因也逐人领一钱银，领了，就对家主咬念讲：阮同日拖磨受热，遐个路尾请的做工1点钟久，竟然互因交我平。伊就对因一人应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兼毋是甲我约一钱银吗？你的旅客做你去，我要互遮个路尾的甲你平，用我的物行我所爱，兼袂做得，也是因为我做好，你的目车吗？16节，亲像安尼，路尾的要做大城，大城的要做路尾。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这时，咱要来邀请上课书风的乐团，咱要请朱牧师来亲自来介绍。好，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真欢喜代表这个咱文字事工来这个所在，甲咱报告。今仔日我来讲道的时阵，想讲带我的教会的这个萨克斯风团来吼。这个萨克斯风团伫阮2016年的时来成立。伫这个所在吼，阮这个萨克斯风团吼真自由啦吼，因为爱分的人就来分安尼吼。所以这个大家拢足欢喜来服侍。这个阮的团叫做5306吼，5306吼。这足重要的5306是啥？你知无？就叫做5个人306岁啦。这5306的原来，即摆已经不止啊啦吼。即摆毋知几个我毋知影，几个我毋知无甲算哦。阮这团大概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拢伫咧10个左右，前吼捌差不多15、16个啦吼。有的时间袂好势，有的时间安尼袂通拄，所以长期能一礼拜来练2摆，所以阮就通过练习的过程中间来服侍。这个团呢服侍时间吼，拢阮实在是逢节也甲拢无所时间吼。阮的教会因为有圣歌队，有这个妇女团契，有启明圣歌队，有这个曼陀林，佮有这个中村，所以阮6个月吼，才会当献时一摆吼。所以今日要来足欢喜咧，因为阮6个月才会当摆着一摆吼。今仔日要分的这个诗歌吼，叫做《我心爱了上帝》吼，我心爱了上帝。
咱感谢太平间教会萨克斯风的献诗，真感谢吼。啊，伫即个所在，我嘛要甲恁讲者，如果恁的献诗的时间若有受到限制吼，大家教会时常欢迎恁过来遮献诗。当然，这是咱要邀请那个朱牧师要来讲正道的题目是慷慨的葡萄园主。大家平安。毋敢佫分类，是因为阮今日无早阮的迄个指挥来吼，佫分了就绕开安尼吼。开玩笑啦吼。因为即个过去拢较指挥拢会较无法度甲阮出门吼，因为是阮牧师娘吼。阮牧师娘吼爱负责即个阮的启明，佫爱妇女吼，所以常常无法度对阮出门安尼啦吼。无即个若佫分类吼，恁会讲想讲会发安可，因就烦恼啊安尼吼。今日真欢喜吼，代表即个咱文字时光，就是咱的公报社，透过伫上帝所赏赐互咱1965年开始，马国医生来到台湾了后，互咱通好去看见上帝的恩典伫咱的中间。透过即个恩典，互咱去领受伫即个所带来无论医疗，也是咱的即个神学，拢真做真大的帮助。马国虽然伊带来时阵是带着医疗甲宣教，毋过较重要的是，伊其实真注重文字。即个文字是啥物？即个文字是希望人会当读圣经。所以其实咱马国医生伫台湾只有6栋外，毋过伫这6栋外的中间，伊做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伊虽然倒转到英国，毋过伊倒转到英国了后，知影台湾的台语无啥。无记录的方法，所以伊转去了就翻译马太福音，就翻译即个旧约，然后佫正爱翻译新约，然后佫送咱台湾的第一台的印刷机。所以你若去公报社看迄台印刷机，迄台毋是真的吼，你茫想讲迄台是真的吼，迄台是仿制的吼。即个因为咱的上真迄台伫倒位呢？上真迄台即摆伫科工馆吼。我即个2020年以前，我伫中地服侍吼，做校牧，所以我伫迄个所在，咱迄算咱总会的文物，我伫迄个所在管理吼，所以迄台囥伫遐。毋过到伫后来，即个为着要接互即个海事博物馆展览了后，然后所以就对迄个咱的即个文物馆5楼调落来到1楼，送去即个展览吼。伫调的过程中间因为迄足重啊，迄种顺迄款铁啊吼，所以足重。即个为迄个吊车要吊落来时阵吼，安尼包装佫好，安尼足小心，惊讲若万一吊无好落落来，砰一下吼，咱就无啊吼。所以足谨慎。落来了去展览了后，大家决定讲安尼毋通佫吊起去啊，因为佫吊起去吼，迄工佫大，所以迄台印刷机就是咱台湾第一台印刷机，文字的开始。所以咱的教会公布，伫1885年的6月，就是印第一份的报纸。印第一份的报纸，我迄时我嘛感觉讲足光荣，因为迄份的报纸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简章，就是长荣中学招生简章。1885年吼开始这个招生简章开始。所以，这个文字时光就安尼开始，到伫今仔日，伫咱的手中内面，逐礼拜的更新，逐礼拜的公布，逐礼拜的这个文字这个记录，拢是对迄个时阵来开始。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伫文字时光，要来关心一个上帝国的事，就是咱要透过咱的支持帮助来支持咱的福音的时光。较毋是讲咱今仔日无法度去到迄个所在。是咱嘛会当照着奉献，或者人来做工，像阮的教会即几年在做即个宣教的事工。伫即个过程中间，阮知影，咱即台湾的长老教会是对马国医生来，阮阁是第一间真重要的教会，所以阮嘛唤起阮的教会讲，咱爱支持宣教士，不只是支持因，咱嘛爱家己派。所以阮即几年有一位青年阮支持一个对伫外口派去非洲即个肯亚
宣教的青年，然后支持伊去。后来阮一个青年嘛，家己献身去到伫即个一开始去到土耳其，因为即个政治的关系，所以伊后来转去德国。互因会当伫迄个所在对伫即群即个叙利亚的难民来宣教，所以这是上帝国的心意。所以咱看见今仔日，我要用这段讲，上帝透过这个人，因伫迄款无共款的时代伫做工，伫诚做福音事工的展现。所以我就选择今仔日的这个经文，伫讲葡萄园，这个上帝国，这个主人，伊迄款对咱的痛疼。那咱讲。到底上帝国是生做安怎？真侪人其实拢在讲上帝国，上帝国，上帝国到底对咱是啥物？上帝国就是上帝互咱一个真水，将来搁倒转的一个路，一个所在。用是真也假？无你信真也信假？无你有信有上帝无？无你有信有将来无？可能大家都咧想讲。真的吗？或许我们没有看到，看袂到。不过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不断地甲咱讲，什么叫做上帝国？在甲咱讲起上帝国的形式。虽然这个葡萄园的故事、亚种的故事，听起来拢敢若甲咱无关系，因为耶稣来讯是用什么？是用当时伫犹太地区的文化中间，因会当真实施。一款的形式，所以这个上帝国是啥物？这个上帝国是上帝在甲讲起伊的救恩。咱伫无共款的时阵，透过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讲8点的人嘛互吹着，毋过阁有人无入去，9点的嘛互吹着，12点的嘛互吹着，下晡3点嘛互吹着，下晡得要下班剩10分钟嘛互吹着。即群人拢安那？即群人拢共款领受，共款的恩典的。所以咱经文读到尾仔讲安那，讲即群8点去的想讲安那，冒着啊，来10分钟的领1箍，来1点钟嘛领1箍，我这呢，我应该领足济对无？嘛领1箍呢，所以就受气对无？这个故事中间有真济无合理的所在，那照着咱今仔日的生活讲，我来做30档，领安尼，你来1档你就领安尼，袂瘾做啊啦，对无？你都会想安尼吼，毋过你去要去佗？你要佗？你嘛烦恼讲你出去都无人请你呢？你也想讲你安尼合理无？所以这个经文有讲，这个咱看见经文讲主人讲安那？主人讲我甲你约定真清楚1箍嘛，对无？为什么你这个时阵变卦你的心？因为咱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咱受到这个价值的影响，所以咱得改变咱对上帝国的心态，来用信仰来讲。所以耶稣才会讲吼，这进前要对，伫路尾啊，伫路尾要安那做进前吼，这咧敢讲啥？你茫互咱的眼光受到这个外在社会的环境的价值来改变咱甲上帝的心意啦。所以咱就感觉讲，这报酬为什么不一样哈？上帝是公平的，他没有亏待我们。上帝是公平的，他按照他的约来对待我们。只不过是你会认为讲，我来做遮久，哪会使我哪会使领比较少，所以咱就会用咱的眼光的价值来看上帝国。咱就用咱的心思来看上帝国。所以对透早到下晡去葡萄园的人，拢得到同款的报酬、报偿、报酬、报偿哈。这中文甲台语翻出来就，报赏哈，有公平无？有公义无？有正义原则无？咱会不断对咱今仔日所受的教育甲思考，在面对这款的问题。这个主人的原则，该无原则呢？哪会透早来、下晡来的人拢同款？哎呀，做头家的人你安怎想？你若今仔去做头家，你安怎想？这我甲你讲好会对无？我早就跟你说好了，
为什么今天在跟我挥？上帝国嘛是甲你讲好的呀。咱看故事的过程中间，上帝国拢甲咱讲好的。但是咱若倒转去看伫当时的环境内面，我毋知咱在座偌济人吼，过去伫即个庄卡咧工作生活吼，咱知影较早无较好工作的所在对无？所以啊，咱嘛拢等啥？等人来甲咱邀请去做工对无？啊，一工做了就领一工的钱。啊，你人若无甲你找呢？无吼，我会记阮爸母伊阮伫庄卡，我伫目沙大汉吼，高雄的目沙吼，内文大汉。阮的妈妈因有当时爱互请去炒甘蔗，有互请去即个焖即个莹莹焖奶鸡吼。所以透早时迄个车吼，就来到阮兜的门口，载一车人去工作，来甲车转。有当时我咪听到阮爸爸、阮妈妈讲，即摆要去，乃无叫我吼。为虾米？因为因嘛是需要人甲因叫，因才有趁到工资啦。若无人叫，伊就无工资，所以伊的生活就会安那，阮的生活就会拄着较困难，较收入较少。伫即个时阵，以色列人嘛是共款，因透早8点互叫去，有啥物好处？因为因明仔载的面包明仔载的腹肚就安那会当食饱啦。9点的人呢，伊伫遐咧烦恼，我今仔日乃无人找我呢，我乃无互找着呢。到中昼的人呢，搁较惨呢。我今仔可能明仔载可能乌有吼。若搁较晚的人呢，我看伊今仔日可能爱冒冷汗，因为我明仔载会食食拢无这当对对看见，圣经捌甲讲，如果若有一个兄弟转伊的外衫互你，你到当时爱还伊？敢会记诶？伊讲到伫黄昏了后，你爱甲衫还伊啊。可能你会想讲，牧师，大家遐济衫，哪有可能还伊啦？吼，你着摕来转啊，因为当时的人一束内衫裤以外，搁一领外衫是要做啥？要做伊暗时的棉被。如果你若是无还伊，暗时寒死，做着在日你啊。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伊今仔日去讨食，会当互叫着去葡萄园工作，是一款啥？一款稳定。伊今仔明仔载会食食就有啊。所以这是咧讲起，迄是稳定，嘛是一款对上帝来的稳定。今仔咱较早互找到的人，阮这105年到马国医生来的人，阮的工作搁较大。为虾米？阮爱搁较认真做工啦，毋通想讲阮大囝吼，大囝安那，大囝爱搁做较济啊，吼。所以咧讲葡萄园的主人甲天国文化的慷慨，也是咧讲咱伫看见上帝稳定，是照着伫无共款的时阵，互咱领受伊的稳定。迄是上帝国的慷慨甲稳定，咧显示上帝的稳定。咱今仔日互找着。你会感觉是欢喜，还是忧愁？欢喜，你欢喜啥？爱做较济工呢？爱做较济工呢？伫天主教有一个咱的圣礼，敢若2个吼，一个是洗礼，一个圣餐吼。伫咱基督教，天主教有几个礼？圣礼有7个圣礼吼。其中有一个礼叫啥？叫做临终抹油礼吼。真侪时因即个因拢无爱伤早洗礼吼，等到要死的时阵才要来洗礼吼。伊讲我若洗礼了吼，我若做伤重，我就袂当上天堂啊吼。所以我着等甲上尾一刻，哇，洗礼了，就会当上天堂安尼吼。若万一袂赴要安那？哇，嗨咯！会当先领受即个稳定，咱就毋免惊。7月，吼对无吼？咱就无7月的问题对无？我会记，毋知上甲讲吼，讲伊买物件迄年吼，伊讲伊就是选7月吼，早期的7月拢安那，俗搁大碗对无？
搁送对无？迄个神伊讲，我著专门在选7月吼。我袂记阮伫一个会友甲我讲吼，我讲你巧呢吼，当时大家要惊死吼，即摆应该较无啊啦吼。大家的观念较开放啊。伊咧惊啥？惊鬼鬼啦，惊鬼啦。咱一个基督徒敢有惊？平安7月暝啊，对无？写歌的人讲平安7月暝，在甲咱显示讲，咱伫上帝恩典，咱无即款惊吓，咱因为信，咱就通得到即个恩典啦。咱就得到即个上帝个恩典，所以这就是恩典啦。无论8点来、9点来，因爱讲，因爱先去想讲，我已经得到恩典啦。毋过因会受到外在环境，因的目睭开始变化，因内心内面迄个恩典的心，所以开始扰乱因的心。因想讲，我要搁较济，这是人。天国原则毋是一款的交换，也是计算，是因为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会记，咱是上帝恩典内面，所以对圣经来看，伊讲啥物是上帝国的心意。敢若葡萄园的主人是上帝，工人是世间的人，被邀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得到的报赏是啥物？是上帝的恩典啊！咱今仔日咱拢不配，毋过因为上帝的恩典。圣经讲，咱的努力就无够通好，互咱得到恩典的。毋过因为上帝的疼，借着耶稣基督，互咱通得到即款的恩典。你感觉努力过？所以真济，你若要向传福音足困难的所在是啥？啊，耶稣2000年前的代志，跟有啥物关系？对无？今仔日咱若要向传福音讲，耶稣听你，耶稣为咱而死。伊甲你讲，莫讲喊过啊，对无？真困难啊！人会用理性来思考因家己想要计算的价值。毋过今仔日咱爱更加了解是，恩典是对上帝来。今仔日咱对上帝领受这个恩典，毋是咱偌高，毋是咱的恩赐偌好，嘛毋是因为咱偌厉害，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子。上帝看咱是啥？是宝贝啊，是宝贝。所以这才是恩典。所以咱对这个中间来看上帝的心意，咱才会当了解上帝为什么8点的嘛分1箍，9点嘛分1箍，12点嘛分1箍，5点的嘛分1箍。你才会当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对一般的生活来讲，上帝的逻辑足奇怪吼。这个人做遮济，这个人做遮少吼。你讲为什么安尼吼？我嘛毋知啦。因为迄上帝的心意，敢若你要互恁囝，你分财产，你要互恁这个囝，迄个较济，互伊囝较少，一定有你的理由对无？一定的啊。所以迄是你的理由，上帝一定有伊足好的逻辑。但是，咱若搁倒转来看，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甲咱讲啥物？伊讲日子近了，上帝国近啊，对无？恁着要安那？悔改，信上帝，对无？下面要信神。恁爱悔改，恁才通得到救。伫即句话内面，你有看见啥物款的恩典无？咱来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阵，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阵，边仔有2个对无？一个讲安那？讲啊，你毋是上帝囝落来啊，甲咱救啦，对无吼？另外一个讲啥？讲啊，咱的罪吼，咱所罪吼，甲这钉十字架是同样安那？钉伫这顶面吼是同等，因为咱所罪是遮尔的歹吼，所以咱应该。我看见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迄个人安尼甲耶稣讲对无？耶稣甲伊回应啥？耶稣甲伊讲：“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里。”无伊做啥？无你甲我讲伊做啥？悔改。伊干那做一项代志，悔改，伊就得到这个恩典啦。所以你有看见讲，奇怪。哪会安尼？我对少年做甲老，唱圣歌对唱甲安尼吼，萨克斯风分了一摆，迄个伫遐钉十字架，讲一句话就得救啊！到底是上帝的逻辑是啥？上帝的逻辑就是爱咱悔改，然后
掠伊做救主，迄就是稳定，这就是稳定。所以咱爱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所以咱咧看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咧讲，都要用天国的眼光来看生命中的稳定。咱毋通想讲咱到底有偌厉害，咱嘛问到底想我有偌高，咱就爱看上帝的稳定，定睛在天国的眼光，正确接受上帝的主权，才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无咱可能拢咧猜测讲，到底上帝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较好吼？你茫想讲我会得到偌好？我们就只有一件事情，就得到迄个上帝稳定就对啊。咱的一生的跑走都是安尼。啊，你若要伫迄个所在做比较，伫迄个所在要讲感觉讲哦，我要安怎拄安怎吼？安尼咱就真惨，因为咱就会停留在我们以为的公平、能力、得救的方法上面。上帝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互咱真实认捌伊。所以约翰福音才会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叫安那信靠伊的人安那免得沉沦安那，会当得到永远活对无？咱就是伊互咱的心意啊，伊就互咱真清楚的一条路，所以这是咱的信用。所以咱咧看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内面，他毋是咧讲什么人做较济，什么人做较少，是因为咱伫上帝恩典内面来得到这款的福气。所以对人的眼光来看天国福音的条件是，人真容易来落入去比较，落入去不满内面。人真容易对权利，甲我做偌济要来回报，来执着伫这款的思维内面。这就是咱常常会陷落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的一款的困境。所以上帝体贴甲稳定，是无法度用人的功劳甲所做来表现。不过，佫一个较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呐？有迄个真正的心意甲忠诚来跟对主。有时咱就做到一半就讲啊，我会做啊啦，迄什么人啊做无比我较好，佫做长老，哦，啊，迄什么人做也无比我较好，敢若佫比我较好诶，过较比我较好，咱就会常常比较，咱会常常不满，咱拢无看到啥，咱拢无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都在看别人到底有什么，我就要什么，咱拢袂记起啊。咱看去迄个8点的、9点的，伊看到上帝互迄个下晡来人安那较好的时阵，伊就安那。圣经讲伊就赤目对无？啊，这就是咱咧讲的。有时阵咱的比较不满，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咱就无愿意佮继续努力，咱就无法度继续忠心，咱就无愿意佮继续做，咱就开始安那变淡一下。咱得小可逃避一下。为什么做那么多？这就真做咱生命中的破口，信仰的破口。咱的定睛伫上，咱的信用的定睛是伫上帝，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长老教会这句话是真有意思的。上帝有囝安那无顺，为什么无顺？有人讲为什么无顺？哦，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是跟上帝直接的关系，不是借着别人，是借着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这句话真重要。上帝有囝无顺，所以咱伫看耶利米书内面，上帝甲耶利米先知安那讲，讲你甲以色列人讲，讲过去恁咧讲哦，讲老爸食酸葡萄，啊因的囝安那喙齿酸倒了，对不对？伊讲以后毋免啦，袂使佮讲这句话。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不会酸倒。意思讲，因过去认为讲老爸做歹，囝嘛会安那受损害啊。不过上帝透过先知甲因证人讲，爱改变。因的老爸做歹，囡仔嘛安那，因的囡仔不至于啦。好，所以咱伫看圣经列王记内面吼，咱知影足济拢讲安那，
拢讲啊，即个王做歹，因囝嘛做歹吼。毋过因的孙有做歹无？为孙有改变呢，为孙有改变呢。咱来看最近的新干讲对无吼？因的孙话有改变呢，无一定逐个拢歹呢。所以咱爱知影讲，咱甲上帝关系是直接的，较毋是照着啥物人。所以咱咧看咱咧行即条信仰的道路的时阵，爱执着伫上帝的眼光，较毋是执着伫咱所做、别人伫所做，然后互咱来绊倒，信仰变做一款的破口。所以咱要安怎看对上帝眼光，看世间人甲上帝国度。伫即个比喻中间，主人对每一个人拢用真公正甲慷慨，是因为伊按照家己的心意甲承诺，伊无讲这个人8点来，敢若较无认真哦，扣5sen。伊讲即个人4点半才来，真认真，加2sen拢无，因为伊一开始去找到这个人，拢甲因讲啥？你来葡萄园对无？要互你偌济？拢讲1箍。伊照伊的心意，无甲你扣，嘛无甲你减，无甲你加，是因为伊照伊的承诺。这就是咧讲上帝对人的疼痛，就是照伊互咱的。上帝照互咱的恩典是啥物？伊照着耶稣基督要互咱得到即款的恩典，是愿意的人拢会当来得到。愿意拍开心门的人，拢能得到。所以咱在努力的中间，咱犹原会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以外，其实咱的心嘛爱真实来到上帝的面前，较毋是在看讲啥物人得偌济，得偌济嘛无一定会得偌济呢。我毋知最近恁有听到一个消息，这是我昨昏啊前天吼收到的一个消息，我一个好朋友做教会长老。去开刀，倒来休困，嘛算真有能力啦吼，嘛真有伊家己的即个算做家己开的事业嘛真成功。伊甲我讲，牧师啊，我看到即篇文章了吼，我家己安那爱悔改一下吼。最近即个国寿一个股票市场即个国寿，即个董事长。54岁过身啊！伊讲伊过去努力一工做16点钟，为着要互公司搁较趁钱，一个月会当因的收入会当10亿啦。54岁就死啊！吼，阮这顶头甲讲，我爱较谨慎的吼，毋通过头啊。伊的意思讲，人生爱努力，嘛爱哪？爱照顾家庭，爱看厝的人，爱服侍啦。伊的意思在甲我讲，伊过去嘛真努力。毋过，有时阵，即个努力到底是要努力啥物？是努力甲上帝的关系，还是努力家己以为会当互这物件来成做伊的瓦壳啦？54岁，伊家己就安尼来反省伊家己。伊讲看到即篇文章，伊家己嘛惊一跳吼。伊讲我会悔改吼，伊甲我开玩笑讲我会悔改吼。伊知影好啊照顾家己厝内人，好啊照顾家己的身躯。好好伫信仰顶面，甲上帝同工。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世间人甲伊的角度，咱拢袂当讲啥物，总是咱会当对伊来领受伊互咱的恩典。所以咱看见即个工人，因对即个中间来看见上帝恩典的时阵，我想因的心底真欢喜。毋过，咱毋通亲像迄个8点、9点入的人，咱就赤目。安尼咱会真容易，亲像圣经讲的，讲迄个伫头前的要记对，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咱毋通变做一即款的信仰的脚步，安尼就互咱真无彩，互咱继续持守，用上帝互咱的疼痛甲恩典来跑走，无互这个外在的环境来影响，无互这个人。后来的人可能伊真有能力的影响咱，咱嘛继续跑走，用咱对上帝领受的恩典来回应主的疼痛，慢慢看见家己伫上帝面前所摆，领5000的，领2000的，领1000的，拢按照因的恩赐来跑走。有能力的做较济的，
无能力的做较少的。所以我想讲，迄个领1000个，甲待伫土里。如果伊若去领1000个去趁1000，上帝会甲伊讲啥？含迄两个共款对无？迄两个讲啥？上帝甲因讲啥？迄趁5000个，搁趁5000，趁2000领2000个趁2000，上帝甲因讲啥物？好，搁尽忠的奴仆入来甲我做伙享受对无？迄个1000个若趁1000，敢会领到即个稳定？会啦。所以毋通看轻家己伫上帝面前所败劣的。所以通过即个故事，互咱看见上帝的疼痛。所以亲像即个失羊的比喻内面，上帝不放弃任何的一只羊，伊有100只羊，其中1只胖见，伊关心伊。你我伫教会内面，咱敢若亲像一个机体，那一个会友，一个机体若较软弱，咱就爱家斗扶持、斗相共，因为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讲就爱彼此相疼、彼此关怀，互咱也关心咱的教会。咱的兄弟姊妹，虽然咱最近无牧师，不过咱这中职也继续在关心咱这的会友，也关心来到咱中间，也是咱的社区的人，因为因拢是咱关心的对象。愿上帝透过伊家己伫葡萄园的故事内面，互咱有伊的眼光来看咱所领受的，嘛看见咱领受的，搁伫即个咱的领受的即个教会的周边，咱遐未信主的人。做伙来努力，互即个葡萄园内面，毋通想讲我8点我欢喜啊、快乐啊吼，你拢毋管遐个无饭通食的人吼，遐个4、5点还未被安那，还未被找到的人，其实有时阵因的生命嘛真孤单呢，所以也照顾遮个人，愿上帝来赐福互咱，大家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通对你领受遮尔好稳定。今仔阮当坐伫即个所在，毋是偶然，乃是上帝你的疼。今仔阮坐伫即个所在，毋是阮的教，乃是上帝你疼阮。今仔日阮真欢喜，通过文字时光来到伫大桥教会即个所在，甲因分享上帝你的话，也通过伫文字时光，阮用文字伫关心遐个无伫阮中间的，唯也未认捌你的，用福音来见证上帝你的名。嘛，互阮遮已经伫受恩的人，坐伫即个所在，伫享受上帝你的国度，伫学了你的时阵，嘛愿上帝你看顾阮的信仰，阮的脚步，互阮在我，互阮无安尼，无因为阮家己的思考想法来偏离伫即条正路，互阮享受你的稳定。愿上帝你继续扶持看顾阮头前的路，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感谢主牧师用今仔日的经节，伫这所在甲咱分享，上帝国的稳定，不是咱世间人所看的报酬，是对等关系。所以咱爱抓牢上帝互咱的稳定。珍惜咱不管是伫什么时阵，不管咱几岁，不管咱到年老，咱拢小共爱持续伫上帝国，咱来认真做侍奉的工课。这是咱三个来回应信息，新信息546首，天父我在一生供应，请咱起立。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做奉献。做伙来宣告基督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盛的经济，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首报。本主日是文艺曙光奉献主日，感谢太平镇教会朱宗宏牧师来本会来证道，代表请安甲报告。请兄弟做伙为公报社文艺曙光来代祷奉献，嘛感谢太平镇教会萨克斯风。演奏吼，真好听，啊！欢迎以后恁会当较接来啊吼，阮会相认安尼就对啊吼。好，那第二点，主日7月2日本会小珍长老受台南中会委派要到考皮教会担任迄个监学委员吼，监选真传道为第9任牧师的事宜吼。后礼拜吼，那第三点，本年度的父亲节主日吼，咱定伫迄个8月9礼拜日吼，要来举行吼，邀请兄弟，恁会当踊跃参加迄天礼拜的献诗，兄弟哦，献诗，好。第4点8月9礼拜日下晡3点，富强教会要伫台南市文化中心来演艺厅吼，要来举办富强50相声奔驰感恩音乐会啦吼，然后有要参加的吼，咱请那个秀珍长老来收取迄个日常票吼。第5点，其他的台长吼，请咱的敬语执事吼，最近右胸右背吼疼痛吼，应该是有那真严重安尼就对吼。麻烦伊是一个足慎重的路帮吼，嘛是咱教会足重要的同工，请咱同心为伊的迄个不舒服吼，咱来迄个求助医治。报告以上，奉献的部分也请咱家己注意来看吼。
那咱今仔日来读本周的金句。马太福音20章16节，第二，咱做伙来坐念。亲像安尼，落尾的要做大星，大星的要做落尾。这样，暗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马太福音20章16节。小珍长老补充报告。兄弟平安。咱今仔日的讲道是咱台中会议长朱牧师是太平间，咱太平间教会伫咱台南是算上早的吼。真感谢伊。我知影今仔日因为来萨克斯风来学乐的吼，其实因今仔有献诗。所以伫咧指接的时阵，牧师伫甲我讲，所以因真用心，真感谢因今仔日吼，因全无伫因教会献诗。专程来咱教会学乐吼，感谢你。来，搁一点，就是咱的迄个第4点吼，富强教会伫迄个台南文化中心营业厅吼，我有甲伊指接了后，咱当场2点半，咱也提早到，当场锁票就可以了，有票等下当入去。有票带让入去，所以呢，因咧控制迄个位的安排，所以咱若要去，咱2点半会当去就当直接进去锁票吼。然后，咱来看第5点吼，因为正宇执事伊伫拜五吼传信息吼，这写真好，我一直甲咱强调，有什么症状，咱带群组来求救，因为伊讲伊的胸口痛啦，这个用胸口痛哪里痛？这个要挂什么科啊？有人反映讲挂胸腔科啦，结果去检查医生讲是胃溃疡吼，胃溃疡。所以我甲问讲伊的生活，因为伊食物件较紧张。咱知影吼，伊有咧上班是在迄个职业妇女，另外阁有在职进修，所以伊的时间拢会较压迫、较紧凑，所以呢，食物件会较急。所以咱嘛提醒咱食物件爱细腻吼，像咱安尼胃溃疡，伊即马搁咧疼吼，现在还在痛哦。昨暝搁来献歌队，即马搁咧疼，我拄仔问，即马搁还没有好转吼。所以咱为伊代祷吼，报告到遮。只是咱是公道的时间吼，邀请兄弟，咱做伙为着教会，为着家己，勇敢认罪悔改来祈祷。照今仔日的经文。所领受的进入葡萄园做工的人，拢毋是因为家己的条件有偌好哦，嘛毋是因为甚物人会当入葡萄园咧做工，这拢是上帝恩典。今仔日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吼，我希望咱会当搁等伊好好看即个经节，好，然后就是想牧师今仔日甲咱所分享的吼，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棒。咱做伙开声来。为着教会，为着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充满恩典的主上帝，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经文，慷慨葡萄园主的比喻来教导阮，互阮搁再一摆会反省家己，确信你是满恩典。怜悯甲公义的主上帝，受你的拣选和使主，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奉，毋是阮有偌敖，有偌好的才能，乃是照主你丰盛的恩典，拣选阮进入葡萄园做工。主啊，求你赦免阮，有时阮亲像家主透早出去所请的工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好，领受较济。就去怨妒、嫉妒的心，却袂记日家己就是你所疼是阮的人。帮助阮学习信靠你的排比，欢喜看见别人的好，也欢喜看见家己所得到的恩典。恩典的主上帝啊，求你帮助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听见你的呼召，顺服伫你的带领，无论是早，无论是晚。拢愿意进入你葡萄园来服侍你，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是教育阮用。哈利路亚！
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上映新信诗400首，愿主日来甲你同在，请咱起立，吟诗煞，咱邀请主牧师来祝祷。愿咱伫三一上帝的疼痛下面，得到上帝慈悲怜悯甲听，也照着耶稣基督，互咱的恩典，享受永远的活命，互阮无搁惊吓，因为主你的国活来成做阮的救赎，嘛通过圣神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对阮讲话，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活出你的欢喜，以及享受你的恩典，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